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是我一开6个礼拜，甲恁斗阵敬拜上帝上尾一个礼拜真欢喜甲恁斗阵做伙我真罕咧用台湾话唱歌读圣经特别听着恁献歌队唱歌，足感动的，真正足感动的因为阮的教会拢是较少年，拢就在唱英语听到台湾话就很亲切所以我真欢喜，真感谢上帝咱有一个教会伫遮好，我的台湾话讲到这里就绕开了最后一个礼拜呢，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信息是依靠上帝，不要依靠马。咱今年是什么年？马年我本来是头一个礼拜过年之前要来讲这个，我改做今日来讲。圣经怎么样看马呢？马是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很重要的工具马代表一种力量，它代表一种速度，给人一种安全感如果我们可以驾驭马，那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有去很多的地方，好像我们今天会开车，我们可以到很多的地方。但是圣经提到，这在诗篇，我们今天讲3个地方的诗篇都提到，不要依靠马，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马身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去抓住一些我们可以抓得住的一些力量，一些安全感，一些可以保护我们的那些工具马在古代呢，它代表一种力量，它也代表着一种给人的一种安全感。马也可能变成人类去依赖一个力量或者是骄傲的一个象征，因为我有这个力量，我有这个工具，我有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呢我心里面很平安。那上帝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上帝身上，不要放在马的身上。在大卫的时期呢，他们有这个敌人有战车 chariot， 战车呢以色列人很少，几乎没有战车在他们的敌人当中呢，战车很多是用铁做的。那以色列人的科技，他们没有办法造铁。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从石头到铜器，对不对？然后再到铁器，铁器代表一种高科技，一种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以色列人没有办法造铁，造铁比炼铜要更难、更高的科技。大卫王他只有步兵 soldiers， 跟那个骑马的呢不能比。但是上帝很早就告诉摩西，他说呢，你去跟敌人打仗的时候，如果看见人家有马、有战车、有 chariot， 好像看到美国有 B2 用这个隐形轰炸机，哇，敌人就很害怕。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如果看到别人有马、有战车，不要怕他们，别怕，因为那个带领你出埃及的上帝永驻，他与你同在。有一个上帝，有能力的上帝呢，要抵过千千万万的马。所以你要千千万万的马，还是你要一个上帝就好？大卫、约书亚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把敌人的马抓来以后，他们就把敌人的马的脚后跟把它砍掉，代表着我不会使用马，我只要依靠上帝。所以这些故事让我们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去反省，在你我的生活当中，你羡慕得到什么？你羡慕的马是什么？你看到别人有马，你也想要有，因为呢，你会感觉更大的安全感，更多的力量。这可能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儿女的地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社会里面的地位。我们有的时候会依赖这些，超过依赖上帝。那这是今天这个诗篇20篇告诉我们要去反省、去面对的地方。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诗篇20篇。这个经文一开始呢，他提到的是大卫，他遭遇到了威胁，国家安全受到非常大的军事上的威胁。那人们怎么反应呢？他们就聚集在锡安山的圣所。大卫的时代没有圣殿，他们只有圣所。他们在那个地方去聚集在一起去祷告，因为从摩西一直到大卫，他们一直知道，只有上帝能够解决我们遇到了困难、危机、患难，只有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同时呢，这个患难、苦难、麻烦，有的时候它像一个路标，像我们要从温哥华要开车到这个Langley 或者 Surrey 去，那他会告诉你，或者到 Burnaby 来，你在 Kensington 这个地方要出来，你可以转到这个地方来聚会。苦难有的时候像那个路标一样，他告诉我们上帝在这里，你从这边出去，你可以找到上帝。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会允许一些苦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要为难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在苦难里面放弃上帝。所以大卫呢，他看到在经文要告诉我们第1节20章第1节，愿雅各的上帝，你上帝的名来保护你。大卫他提到上帝的名，上帝的名，不是马，不是科技，不是战车。我们不是看到美国人有什么样的武器，我们也要有什么样的武器，我们才会保护自己。对大卫来讲，黑龙伯豪，只有上帝能够保护我们。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是一国之君，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圣所，我跪下来祷告上帝。只有上帝的名字可以来解围。你会觉得很奇妙吗？这位上帝的名字，在英文讲上帝的名字亚伟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你是什么？我是。你没有讲清楚，就是不能讲清楚，因为你需要什么，上帝就是什么。你需要力量，上帝是力量；你需要保护，上帝是保护。所以上帝的名字不能够用一些固定的概念、固定的一些物质的东西去定义它。上帝他是那个最大的名字。这篇诗篇里面重复讲了3次，要去提到雅各上帝的名也名。那因为在上帝的名字里面包含着一切所有的丰富，上帝的本质，上帝的名声，他的 reputation， 全部都在那个名字里面。这个名字解救过很多人，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那所以呢，这个诗篇大卫他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常常来呼喊主上帝的名字，兄弟名。那我跟你们谈过好几次这个耶稣新祷，记得吗？在我最后一次讲到，我还要再提醒你们，这个祷告实在是太重要。主耶稣基督，上帝囝，怜悯我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如果你不怜悯我，我要去靠我的那些军队吗？那些武器吗？上帝的名字是不是你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核心？使你，当你在一个平顺的日子里，我们会常常来默想神的名字。兄弟的名，我们常常用祷告，兄弟耶稣基督，兄弟的名，我们常常去默想神的名字。当我们在危险的时候，我们也来呼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我们的命运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大卫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名字，你有再高的科技，你有再好的武器，你预备的再好，当你到战场上去的时候呢，你就有些东西没有想到，你就可能会失去胜利，你就可能会被打败仗。所以接下来第3节到第5节呢，大卫他做什么？他在圣所里面去默想上帝的名字之后，他来献祭。很奇特的是，他来献，那台湾话叫修化祭，还是不要讲，这个华语叫做
燔祭。燔祭就是一整只的动物，没有把它分开来，一整只的动物放在坛上面献祭烧给上帝。对大卫来讲呢，仗还没有打，他就先来圣所里面献祭，来赞美上帝，来宣告上帝一定会在这场战争当中会得胜的。他表示说，我像这只动物，无论是牛，大卫一靠五级他献牛比较穷的人来献羊或者献一只鸟。大卫他是王，他是献一头牛来烧掉献给上帝，表达他的赞美。仗都没有打，不知道会打赢还会打输，但是我就先来赞美我这个人，像这一头牛一样，全然的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任何把它分开来，我整个人来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上帝在我这边，上帝一定会打赢。所以当献祭的燔祭烧香，那个香味送到天上的时候，那这个都是人的语言上帝不需要闻这些味道，但是他想象中，当香烧到天上去，上帝闻到香味的时候，上帝就接纳了我的请求。所以赞美上帝是打仗之前，打胜仗之前呢，来祈求上帝的一部分，不是等到我打赢了我就来敬拜上帝。在打仗之前，我就来到圣殿里面来赞美上帝，因为上帝一定会打赢。我不知道会赢会输，但是上帝他一定会赢，所以呢，我要先来赞美他。大卫他承认他自己是有限的，但是呢，他承认这个上帝他是大的上帝，他是有力量的上帝，他可以来帮助我。所以大卫在这边献祭呢，在打仗之前来献祭，表现出大卫他的信心，还有他依靠上帝。我们要不要来跟他学习？不是上帝祝福我了，上帝成就我的祷告了，我才来跟他说谢谢。No， 他没有做任何事之前，我先来跟他说谢谢，我先来赞美他。我常常喜欢在我的生活当中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我就跟主赞美祷告，我说主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 uncertainty， 很多的未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要来赞美你我不是很厉害，我很不厉害，我来学大卫。当我们在打仗之前，在困难之前，譬如说你要去看病，你去看医生之前，我就先来赞美上帝。上帝，你掌管我的生命，你掌管我的健康，我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求你借着医生的手来帮助我，即使医生不能够完全帮助我，我还是要赞美你，因为你是我的可靠的。第7节呢，大卫的信心从哪里来？大卫他的信心跟把握，不是借着他充分的准备。但是打仗之前要不要准备？那祈祷就好，那打仗代志都免走，是这样吗？没有，我们还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对不对？我们要去上班，我们要存钱，我们要锻炼身体，有健康，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去预备。但是大卫知道，不管你准备的多充分，你的武器多先进，打胜仗呢，不是靠这些东西。我需要预备，但是最后打胜仗是上帝的手。所以在列王记上18章就讲到，敌人有7000个骑兵，他们骑着马来打仗的。大卫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军队，但是最后他把敌人的军队全部都消灭掉。因为大卫知道，打胜仗不是靠着机器，不是靠着军事力量，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呢，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为我们的国家台湾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国家台湾可以非常的强大，可以保护我们的家里的在台湾的家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最终要得胜的关键是一群基督徒在祷告，而不是国家去跟美国买更多的武器就一定可以赢。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英国发生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的神迹。在1940年5月份，
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叫 Dunkirk evacuation， 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件事情是因为呢，英国跟法国的联军，他们被德国包围了，包围在这个海边上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法联军呢，他们一定会被德国的军队消灭掉，他们会全军覆没。这是5月份的时候发生的事情。5月24号，当时的英国的国王叫乔治6世，咱在这个 Surrey Wyrock 那边有一条马路叫做 King George Boulevard，King George Highway， 有印象吗？King George 这个王。我们这个温哥华这边叫 King Edward， 那边有一条叫 King George， 就是那个乔治王6世。他在5月24号，他说他对全英国发出一个要求：全英国人，我们在5月26号礼拜天的时候，请你们都到你们家附近的教堂里面去祷告，因为我们的国家将要灭亡了，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他就定这一天5月26号是叫全国祷告日。当时在英国呢，当然有些人不相信上帝，他就说我就是不要去祷告。但是有很多人，全英国有几百万的人呢，他们涌进到了教会里面去跪下来，去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们最精良的部队呢，在法国那边马上要被消灭掉了。如果消灭掉，德国人就来占领英国，我们就完蛋了。所以他们就去祷告，在伦敦的街上，这个 New Westminster Abbey 西敏寺大教堂呢，排了非常长的队伍，人们要挤着要进去教堂祷告。当时英国的首相 Churchill 丘吉尔，他也在排队，他也要进到教堂去祷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借着基督徒的祷告，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他们祷告以后，有几个大的神迹发生。第一，这些事情发生呢，是在战争史上没有办法解释的很奇特的一些情况发生。第一个，5月24号呢，在5月26号他们祷告，5月24号英王宣布以后呢，德国的装甲部队呢，距离英法联军只有10个 mile，10个 mile 差不多我等15、16公里，对不对？15公里没有多远，我们走路很多年轻人都可以走得到，对不对？更何况是德国当时最先进的装甲部队，他们在英国军队之外10个 mile 的地方呢，希特勒突然间叫他们停下来，不要再往前了。历史上没有办法解释希特勒发生什么事情了。希特勒是笨蛋吗？不是，希特勒非常厉害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全部的德国军队，你给我停下来，不要再动了，给了英国军队、法国军队3天的喘息的机会、缓冲的时间。这个3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他们可以去加强他们的防御的攻势。到5月28号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解释。5月26号祷告完，5月28号。在战场上面突然间起了非常大的暴风，德国军队空军呢准备要起飞的时候，他们说这么大的暴风呢，军机没有办法起飞。如果他们起飞呢，他们飞到那个海边上去轰炸法国、英国的这些士兵呢，可以把他们全部都炸死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风暴突然间冒上来了。第3件事情呢，风暴又突然之间又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呢，起了大雾。大雾呢，德国飞机也没办法起飞。让大雾起来的时候呢，英国的船从英国这边呢，我们如果看过历史就知道，大大小小的船，包括划船、钓鱼的船，全部都出动了，到英吉利海峡这边来，把所有在沙滩上面的军队士兵全部运上船，带回到英国去。当时他们估计呢，军队如果派军舰来救
这些士兵最多只能救3万个人，可是，在沙滩上有多少军队？你知道吗？有33万的军队，英国最重要的军队全部在那个沙滩上面。最后呢，这些大船、小船、军舰、钓鱼的船，全部都过来，把所有沙滩上的人都带走，338226个人，全部运上船，全部安全的带回到英国去。这时候呢，德国飞机起来了，突然间想要来轰炸了。在沙滩的一个角落，有400个这个英国的军队躲在沙滩上面，这个上面飞机在轰炸。德国最厉害的空军对这400个人轰炸，一个都没有炸到，每一个都安全。你可以用军事科技去解释这些事情吗？没有办法。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兄弟，上帝的力量。上帝最厉害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兴风作浪。在旧约的时代呢，在约书亚记的时代呢，上帝让下大雨，那些要追杀以色列的军队，他们是坐战车，所有的战车就陷在烂泥巴里面走不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下大雨，在约书亚记里面就记载这样的事情。上帝最厉害的做的就是下雨、下冰雹，然后起大风，他坐在上面什么事都没有做，然后就起风、下雨、起雾。所有的敌人的动作呢，全部都停下来。这个33万辆8000多个人英国军队平安的回到了英国以后，保存了他们最重要的战力。那之后呢，到 D-Day 的时候，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这个整个军队又回来攻打德国人，然后赢得第2次世界大战。丘吉尔他非常的惊讶，他说这个叫做敦刻尔克奇迹，那时候是一个 miracle。丘吉尔他没有办法解释，怎么会那加都后？乔治6世，你们如果看过一个电影叫《King's Speech》，有吗？很好看，得到奥斯卡奖的这个影片。那讲到乔治6世，他是一个有口疾的人，口疾台湾话怎么讲？大鸡的人。讲话讲不出来。乔治6世呢，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呢，他对全国演讲，那个圣诞节演讲了，非常的感动人。他引用了一个英国的诗人叫 Haskins 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在那个演讲里面是一个 highlight， 非常感动人。他说呢，我对那位站在新年的门口的人说，请给我光，好让我安全的踏入到未知。那个在门口的人回答说，走入你的黑暗，把你的手放在上帝的手中，那对你而言比光更强，比已知的道路更安全。这句话在乔治6世的演讲里面带给英国人非常深的属灵的安慰。他们对上帝全然的信靠。在打仗的时候，乔治6世他每一天都在读圣经，每一天都在祷告。他可以依靠丘吉尔吗？那丘吉尔要靠谁？丘吉尔靠军队，那军队要靠谁？没有人可以靠，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仰望这位上帝。他的名字亚伟耶和华的名字是带有极大的能力和应许的，来祷告，来祈求上帝吧。这就是大卫的经验，这是乔治6世的经验，这也可以成为你我的经验。在你的人生当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风暴，多么大的危险，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找医生，我们需要找专家来帮助我们。但是你知道，如果不是上帝，他们的帮助也是很有限的。如果是上帝透过他们帮助，或者上帝直接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为台湾祷告的时候，为加拿大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不是台湾来靠美国的军队，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呢，是聚集去祷告，
祷告可以把整个局势翻转过来。列国在信靠他们的国家机器、战争机器，而基督徒以色列人他们是信靠上帝的名字。每天我们来默念上帝的名字，上帝，你的名字是信实，是慈爱，是公义，你的名字是安慰，是盼望。所以当我们在风暴当中的时候，不要去想到马、战车，我们最好要有马，最好有战车。但是如果没有呢，我们就来靠上帝。有呢，要靠谁？还是靠上帝。你去靠马试试看，马就被人家打死了。你看这个美国的军队多么强大，最后呢，他们的空中加油机也会出事情，全部都被炸掉了。我们不能够去靠这些外国人的军队、强大的武器，我们所需要的是上帝。最后呢，诗人说第8节，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坚立不移。如果基督徒跪下来祷告，屈身跪下来祷告，我们的敌人他们就会倒下来。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倒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倒下来。最后呢，我们看到诗篇不止一次讲到，要我们不要靠马，不要靠战车。你不要以为有这些东西就很安全了 ，No。诗篇33篇，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诗篇33篇16节，他也是讲一样的话：君王不要依靠强大的军旅获胜，兵士不要靠强大的力量保命。第17节，咱大家来谈好不好？靠献媚无一定会，哎呀，这句话我们要把它背起来。华语的经文说：“靠马得救是枉然的。”不要把你的盼望、你的眼睛放在那些马身上，你的银行存款、你的股票投资，你靠吃东西维持健康，靠运动维持健康，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呢，你更重要的是依靠上帝。只有上帝可以救我们，食物不能救我们。然后呢，18节他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这句话太棒了！不是没有饥荒，基督徒也会遇到饥荒，但是呢，基督徒在饥荒里面可以活下来，不是因为我们准备了冰箱，准备了很多东西吃，尤其在我们在 COVID-19 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买了一大堆东西。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呢，他买了一大堆的这个酒精，买了一大堆的口罩，一大堆的储藏的东西。后来这个 pandemic 过去了，他说再来3个5个 pandemic 呢，我的酒精都用不完。我们以为我们靠酒精我们就不会出事了，当然需要酒精，我们家里一定要有酒精，但是保护我们的不是酒精，不是每天一直洗手一直洗手我们就会没事了。保护我们的是上帝。我们一方面要去洗手，一方面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好，147篇他也讲一样的话，我们来念一下147篇呢第10节，来，以爱被是。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他不喜悦人的腿快，他喜欢什么呢？第11节，上帝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马不能救人，只有上帝能救人。美国人不能救台湾，只有上帝能救台湾。只有上帝能够保护我们。上帝为什么要保护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台湾？因为我们在祷告，我们在为上帝的公义、和平、上帝的慈爱在祷告，上帝会怜悯我们。在最后，我再带你们用耶稣心祷来祷告一次，好不好？主耶稣基督，来，到底来，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怜悯我这个罪人。上帝啊，求你怜悯我，
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学大卫，我们要来教会，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唱诗歌祷告，我们要唱诗歌唱得很大声，上帝一定会搭救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亲爱的主，感谢你，你一再的应许我们，要我们来依靠你。当我们在饥荒当中，当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当我们在遇到战争的时候，当加油站的油不断的在上涨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受限制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眼目仍然在你的身上，求你来搭救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在衰败的时候，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家人也在生病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眼目来仰望你，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伸手搭救我们，使我们在疾病中，在战争中，在饥荒中可以存活下来。你是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